出轨的男人离婚之后再婚，男人会后悔吗？他都已经再婚了，他后悔啥呀？如果他后悔了，把这个女人扔掉，他就另外再去找个女人。真正后悔的男人是非常少的，至少我这边距离婚姻13年，那么面谈了上千个男人，他们的后悔真的是有。第一个后悔是后悔怎么会被老婆发现呢？我要是更加聪明一点呢，保护的他更好呢，那老婆就不会发现了。第二个后悔，他后悔没有立刻离婚，因为立刻离婚，那么这个妻子这个女人就会直接被这个男人干趴下，永无翻身之日。他就会想，是不是我对这个男人不够好吧？是不是我在哪里做的不对啊？很多男人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对老婆心慈手软。要是我更加嚣张跋扈呢？要是我更加无赖呢？要是我更加没有底线呢？他都到外面移情别恋了，他还觉得他对老婆太好，你说这都是什么想法嘛？这个想法是极其错误的。朱生勇出品。